在咧歌戏界，互人叫鸟子的歌戏演员王金英，自6岁就上台演出，那唱念好，做话戏的功夫也是真赞。王金英伫2013年成立一个团体，号做万男师，希望会当保存甲歌戏相关的点点滴滴，也传承歌戏的唱念。爱情亲像咸酸甜，绑着你就规手黏贴贴。你若无较紧甲西学唱去，到尾啊，你就会高高甜。趣味佮有意思的四句联，其实充满真侪生活智慧甲文化内涵。一生奉献互歌戏演出的王金英老师，发觉到这几年来早期念唱的传统渐渐失传，所以嘛想办法要来保存珍贵的歌戏文化。这个传统的物件，讲创新不脱离传统，传统不脱离社会。这个传统的物件，你若甲这个社会来脱节，就袂引起共鸣。你要用安怎来讲，人较会记的，用戏剧的，用生活化，用煮饭也用来讲四句联。万男师成员之一的吴玉晶，原本对歌戏只停留伫野台戏的印象，实际接触才了解歌戏的优美。但是若要推广歌戏，就爱先听有台语。一开始是想讲，歌戏少年人连台语拢听无啊，是要安怎听歌戏？所以就开始做一寡跟歌戏有关系的台语的影片，爱互大家安尼看。是台语为主，毋过有掺一寡歌戏的元素入去，安尼豆豆合大家熟悉安尼。负责影片制作的伊，嘛为生活中找题材，互大家会当看到古早时代的生活智慧。其实真侪是王老师伊家己，因平常时看阮开讲，就是讲啊，我迄时阵伫戏台、伫戏班的时阵，会像有一个三景的影片上新的，就是伊看迄个小米老师因两个开讲，啊，小米老师讲，我会晓做迄三景的，佮会春秋的外交的，我就感觉真趣味，就开始翕安尼。趣味的影音内容、丰富的歌册收藏，拢是希望民众会当了解旧时代生活的台湾风俗，嘛毋忘将这寡属于台湾珍贵的文化资产代代相传。记者杨淑晴、张若水台北采访报道。